中日撞船44分鐘片段 ，YouTube 睇晒。9月7號，閔俊瑜5179同日本艦艇水城號相撞嘅片段上載咗上 YouTube。專家話，畫面顯示相撞之前，漁船右邊有水痕，估計水城號當時係繞過漁船之後，可能減速甚至停低，導致撞船。閔俊瑜號同另一艘巡邏艦如那國號相撞嘅片段亦都上載咗。貴船已經在日本領海內，貴船現在做的行為是在日本領海內不船的，立刻退出去日本領海外。另一條片段就見到日本巡邏艇曾經用普通話警告漁船，但閔俊瑜號冇理到。撞船片段總共有6條，全長超過44分鐘。日本一直唔肯公開片段，之前亦只係播咗其中6分50秒俾30個參眾兩院議員睇。點知今次全片外泄，首相菅直人已經派人徹查。中國亦都透過外交途徑向日方查詢片段係咪真㗎，同埋點解會外泄。